来看恐惊哦，又有风台要来咯。位伫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9，可能会伫24点钟内发展成做今年第26号风台凤凰。有气象专家是指出讲，有可能会是中度风台，甚至会发展做强烈风台，路线嘛有可能挖进咱台湾的东部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风台路线爱阁斟酌注意。受到东北季风持续影响，天气较凉冷。本岛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花莲立溪潭17.5度，新北富贵角嘛敢若17.9度。嘉丰滨水气高会落雨，加上华南分雨下到位，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，提醒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都要注意。一直到拜四水气才会减少。另外，伫海面的热带系统持续发展，无排除会影响台湾。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3000多公里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，预估今明2天可能逐渐会形成轻度台风。整个大气，不管是太平洋高压或是北边的一些系统，会导引台风未来的移动，会有很多不同的结论。所以气象署会持续观察。气象专家林德温指出 ，TD29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加上环流等咧增强，加上无共关度，风速甲风向变化无大，海面的温度嘛较悬。24点钟内形成风台的机会真大，可能加做今年第26号的风台凤凰。目前模拟的结果嘛出现会真挖进台湾东部，或者是东部外海的信号，而且到时会伫咧中度风台的程度以上。因为它的强度是强的，再加上它的这个行进的路径有机会是直接对着台湾的陆地前进哈，那也使得对台湾的影响跟伤害可能会造成应该是最大的哈。天气风险公司指出，目前预报的资料大部分拢认为 TD29可能会一路去到李宋岛附近，才会顺过阿伯边缘开始登越，过程当中有机会挖进台湾，时间点可能伫后礼拜2至拜4。不过行到倒位会登越，活的角度有偌大等等，拢有真大变数，也要持续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